爱你，因为你穿插在我俩之间，是我看不见，他只看见你。如今虽然困难正在袭击，握住你的动心使我心坚定，因为你让我能乘风而行，越多的风雨就越靠近你。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开始耶利米书第4讲的讲塔，今日要来请洪家生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以清早你呼召阮大家过来，甲你读话，读你的上帝话。我们通过耶利米书所讲出来一切上帝的启示。互阮来思想，阮到底学到啥物，阮会通做啥物？也求主感动，更较侪会友，拢愿意来参加即个圣经共读，因为人人拢需要上帝你的话。求主你只是安静阮的心，互阮专心来听牧师所讲的话。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阿门。就是咱昨伫耶利米书已经来到第4章的头前第4节，咱耶利米书是伫即个犹大国咧灭掉进前，总是犹大国上帝为虾米要甲伊毁灭？是因为南北的这犹大甲以色列因拜偶像，无认捌上帝，对因出埃及一直到伫即马犹大国拢要灭掉，无法度好好来敬拜上帝。所以上帝就用国家毁灭、拆毁圣殿，安尼来甲因教示。所以咱看到伫犹太人因受掠这70年的中间，伊佫倒转来以后，有真大的改变。特别咱看到受掠70年以后，有7点的改变。头一个就是无国拜偶像，所以上帝这步有效无？真有效。到现主时，犹大、以色列伫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原拢只有敬拜上帝，只有拜独一的上帝。第二个就是有开始会堂，过去是用圣殿，总是因受掠中间圣殿拆掉了后，随往所罗巴伯转来以后，佫有盖起第2个圣殿，但是伊嘛开始因为伫外国的这巴比伦的经验，所以互因开始有这个会堂的这个聚会，10个查甫犹太的查甫人就当有这个。就当来开始组一个会堂，这个会堂嘛，加做因信用教育甲社会服务福利的中心咯。然后因的宗教观念也有改变，过去是团体的敬拜，大家拢爱来这个耶路撒冷到会幕到圣殿来敬拜，总是伫第一摆、第二摆圣殿拆毁了后，因的这个信用的观念开始变做是分散、个人化。第四就是因看重律法，过去因将上帝话拢当伫边啊，甚至关伫即个库房内底，拢是因伫即个受掠倒转来以后，因知影即个上帝话要紧，所以真侪的经学师，上侪遮个法利赛人，因也起来来护卫律法。第五就是因的即个事业也对农业转变做商业做生意。语言嘛，因为这个受到亚述的影响，所以因对这个阿兰的影响，所以因也对这个用希伯来语变做是阿兰语然后到亚述时代亚兰语还是在犹太人的母语就希伯来语变旧去。然后第七就是因的民族主义加深因就是来抵抗加分化因的这一切外人，所以一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这犹太人因为因的这民族观念到现主时，即马以哈战争完了是安尼，即马佫要开始的是这个以色列甲这个黎巴嫩的战争嘛是看见是安尼，因拢为着民族主义来直接来对抗过程就是因对这个宣扬古约圣经上帝的信用
负有上帝信仰，真做因真要紧的这个任务哦。咱看起伫这个第2章到第4章，是这个伊咧上帝咧讲出因这人民北国甲南国安怎亲像一对姊妹背弃伫上帝，然后咱看到就是伫这个第3章的后壁段，约西亚时代，这个南北行淫乱，然后上帝伫遮苦劝因缘无听悔改，所以上帝开始转变口气。第4章的头前，原来是甲因苦劝爱悔改。当然也看到用北国要灭掉的何西阿先知所讲的话，两道肯定100年以后，南国亚利米喙犹原来对因来讲出，最可惜迄当时人无听入去，这个心无受割礼，耳仔嘛无受割礼，所以上帝所讲的无法度来听。今日要继续看第4章的50开始，一直到第6章结束，才会呢，拢上帝的口气转变就无亲像安尼甲伊安尼来苦苦相劝，即马上帝口气变做是愈来愈严，而且讲出来话嘛愈来愈互人着惊。所以今日咱看第4章，是咧讲到这战争的号令看到战争的这场面，互咱知影讲，上帝已经无过安尼甲因可能直接互因看。将来要发生这毁灭的代志。好，咱就来看第4章继续后壁段。那现在先请嘉生长老带咱对第4章的第50来读到第8节。好，第5节，恁着伫犹大宣告，伫耶路撒冷宣传，着伫全国分扫甲大声话讲，咱着集合。走入去释放的城，着举大旗，举往锡安，着逃命，毋通停脚。上主要互灾害甲可怕的毁灭对北边来，毁灭列国会已经出发，亲像狮对暗的树林出来。伊要互你的土地趴远，互你的城镇荒废，无人住。所以恁着穿毛衫，流目屎啼哭。因为上主要得对咱受气。伫遮第4章第50开始，上帝就是互伊来讲到有的外国对北方来对北方来，伫亚利米书第1章，亚利米2届看到2个异象，头一个是现树的树枝，迄代表就是爱谨慎，爱上帝在留心在看。第2个异象就是看到一个水。一个鼎内底烧水已经拢滚起来，当时要对北边车倒安尼内底毋知是油锅还是遮个水就是要呛落来到下底。所以上帝就是来回应有北方的遮个外国会对北边来所以第6节才有讲，这是带来灾祸甲可怕的毁灭。这个外国呢是要毁灭遮个列国，所以亲像狮这个狮之前有看到这个北国的狮是亚述来将伊灭掉，但是南国的狮呢就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他们的旗徽是一个狮子嘛是狮子对这个炎炎的树林就是对这个真浓密的树林当中要冲出来所以伊是藏伫遐，毋知有狮这个狮来呢，北方来国家。是要来毁灭，互土地来荒废，然后互因最后看到因伫遐是伫遐穿毛衫，流目屎在啼哭。迄当时这是伫约西亚最王的时代，约西亚最王的时代，国家有31年久。对这个约西亚王是伫一个太平的日子总是约西亚王的过世是真突然汹汹，伊就是要去阻挡埃及。刷来这个过身，所以约西亚王伊当时伫政治上北方30年的中间，北方其实是较弱这个亚述随便甲北国灭掉以后，亚述嘛渐渐趋于式微亚述这个国家嘛是愈来愈弱因为是更远的巴比伦开始在强所以亚述较无作为所以亚述才要来找埃及斗相共。然后约西亚才要出去甲埃及来阻挡
但是伊毋知影即个巴比伦是更较恐怖，是伫后壁。所以上帝互因讲，通过亚利米来讲出即个灾难对打落来，对北方来所以对第4章第5节一直到第6节结束，拢是看到对北方巴比伦来毁灭的这个信息。继续搁请嘉生同咱来读对第9节到12节。第9节，上主讲到迄日，王甲官员要失去勇气，祭司嘛拢会惊吓，先知嘛会惊狂。我就讲，哎呀，至高的上主，你实在欺骗这的人民，甲耶路撒冷人。你讲平安无事，其实刀剑已经拄伫阮的脑后。彼时，这的人民甲耶路撒冷人会听到这的话，对无树无草的旷野悬的所在，会有烧风吹入来我的子民遐。毋是要吹卖香，也是甲五国的杂质吹走，是受我命令吹来的强风。现在我要宣布我的审判。伫即个所在咱看到上帝继续咧讲到，迄日毋是只有即个土地、即个所在受灾祸，则讲到即个对象王、官员、祭司、先知，所以上帝拢点名，即个要紧的国家，上帝所设立，拢是受割卖的，则拢是受割卖的，拢担一个，总是因拢咧心会失去勇气，然后青狂就是因拢会强硬，拢会踹一条因为上帝已经要对北方来，总是呢，迄时这人民甲耶路撒冷人会听到这是第10节，我就讲所以这是上帝讲的亚利米咧讲，亚利米其实咱来看亚利米书，亚利米的话伫第1章出现2摆3摆。然后上帝叫伊讲伊生少年，然后上帝甲伊问这是啥物，伊就讲这是啥物。安尼看到伊安尼讲3摆了，汉地讲话，即马第4章第10节，亚利米伫遮有讲话，小等咱有看到2摆亚利米，伊会讲话，亚利米讲啥物呢？伊看到这异象就讲，哎呀，至高的上主，你实在欺骗这人民甲耶路撒冷人啥物意思呢？毋是讲上帝遮的灾祸是欺骗。是讲你讲平安无事，其实刀剑已经拄伫阮的脑后这是耶路撒冷的百姓因伫遮咧想讲即摆有约瑟做阮的王，阮可能会当佫亲像希西家王共款，国家佫强盛起来。但是呢，其实是对北方来遮的毁灭已经拄伫脑后。所以等遮的北方来的即个国家来阵，人民因就听到啥物声呢？对无树无草的旷野悬的所在，这就是头前第3章有讲2解，光秃的高地或是近光之处伫迄个近光之处呢，光秃的高地，伊是伫遐咧拜偶像；伫迄个近光之处，光秃的高地呢，伊是伫迄个所在来听到讲听到百姓哭的声，即马即个对即个所在听到上帝伫遐来讲话，讲有烧风吹来，即个风对犹太人来讲因真重要，因的农业就是需要靠遮的风，将遮的遮的因所刮来遮的空呢，遮的壳甲遮的粒会当来分开，所以向上拨风吹来就是将遮的壳拢吹走，遮的麦就落伫土骹，这就是因所需要遮的风。做是遮的风呢，袂当来甲因斗相共，变做是烧风这烧风是代表上帝的审判，所以咱继续看对13节到18节，上帝安怎审判？13节，你看，对敌得来亲像乌云得假，因的战车亲像光烈风，因的战马比鹰鸟较紧。恁有灾祸啦，恁无命啦！耶路撒冷啊，就将恁心内的邪恶洗清去，互你通得到解救。你心内的歹念头要藏到伫时，有消息对但地区传出来，有歹消息对以法莲山区传来，恁就甲列国传报，
甲耶路撒冷宣告，有围攻的人对真远的所在来，大声发，要攻打犹大的城镇。因亲像固守远地的人，包围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背叛我。上主安尼宣告：你所做、你的行为惹起这的事，这是你造成的恶果。这个恶果真苦，苦到你的心肠。伫遮上帝就是描述，遮等北方来就是巴比伦的军队来时，因的动作偌紧，特别是14节，上帝原来讲，遮耶路撒冷啊，就将你的心内底邪恶洗清去啊，所以回应的是第4章的第4节，恁就要行甲你将心内底污秽来除掉，所以就算讲上帝在毁灭的中间。上帝犹原都有甲因苦劝，就爱悔改。然后这洗清气就是代表心内底的歹念头，因为上帝是为着因心内底的歹念头，才要来叫这的北方，叫这的列国来审判、来毁灭耶路撒冷啊！总是对上北边的但，到伫中部的以法莲，这的耶路撒冷，围攻的人，拢对真远所在，开始来攻打。那八节讲，你的所做、你的行为啊。就是拢对出伫即个歹心惹起遮的事，这是你造成的恶果就是遮的歹代志是对因家己所得到的，所以即个恶果呢真苦，苦到你的心肠啊！所以上帝讲心就爱受割礼，因为是出伫问题，毋是出伫外口的行为尔，是出伫内心，因为上帝是看内心啦。煞遮这段呢，咱阁看到亚利米为着遮个代志，阁一摆伊来写诗啊，19节到22节，这个请嘉生长老团继续读。我的腹内，我的丈夫，我的心加疼，我的心皮皮惨，我无讲话袂挡袂调。我已经听到扫角甲交战化险的声，毁灭的消息继续传来，全地拢受破坏。我的布边忽然倒去，我的长位连边离去。我看对敌的大旗，就搁看偌久。我听扫角的声，就搁听偌久。我的子民愚戆毋捌我，我的囝儿无知无智慧，因做歹真熬，做好含慢。好，谢谢。伫遮亚利米阁一概用我，以第一人称，讲到伊看到、听到看到遮景象，听到遮信息，伊实在对来讲是真艰苦心，所以咱看到耶利米的心内底的话伊的腹内，伊的丈夫，伊的心加疼，伊心的受割礼，就是这种的感受，就是心肠伫咧逼开啊。伫即个扫角甲交战喊话的声的中间，毁灭的消息，来，遮个伊所徛起的布边啊，伊的长位啊，拢是忽然连边，就是马上就破去，然后看到对敌的大旗扫角的声，拢进来到面前。问题是出伫上帝囝儿愚戆，毋明白上帝，所以即句话是话中话。伊听到上帝的声，伫伊的耳孔内底，所以写伫遮，上帝讲我囝儿真无知无智慧，这个知识甲智慧是3章15节。上帝讲伊要找伊的合伊心意的牧者，想使互因用知识智慧来牧养你们。总是因的牧者，这个无智慧无知识，袂当好好来养饲治理这个百姓。治到这个百姓安怎做歹真熬，最好含慢啊！这个形容非常好，就是要做歹代志足熬的，但是呢，要行上帝看最好的，拢袂晓做，因为心出问题，心内底拢是误会到垃圾。继续咱阁看23节到最后31节。23节，我看大地混沌无成形，我看天暗淡无光。我看大山震动，小山嘛摇来摇去。我四界看，逐位拢无人，飞鸟嘛拢走去觅。我搁看肥水的园变做荒坡，所有的城镇拢受拆毁。
因为上主发大受气，上主安尼讲，全地拢会荒废。毋过我袂彻底甲伊毁灭，大地会空翻，天会黑暗。我一个讲出，一定袂后悔。我既然决定，一定袂改变。城内的人听到马兵甲射钱的人喝险的声，就拢逃走，走入树林，爬上山岩，全城拢受放杀，无人住伫迄内面。你即个要受毁灭的城，哪会着穿红色的水衫，挂黄金的砖塔，西装打扮，等你的窈窕美丽。你安尼打扮兼有彩工，你的爱人甲你放杀，要收拾你的性命。我听见亲像产妇催阵，要生头上囝疼痛的声，是失安的自面在皮喘。因伸双手讲：我惨啦，有人要来杀我，我要昏去啦。好，这些咱在读亚利米书后一个较无容易的部分，就是讲这句话到底是谁讲的，咱来当分出来，安尼咱就读亚利米书就较好来消化。拄则讲亚利米伫第4章第10节，伊才挑出来讲伊家己的话啊，所以讲我就讲啊，所以这段是亚利米会家己讲的话，总是伊在讲的中间，后壁嘛是有个上帝家己所要宣布的话，所以咱就爱定调讲这句话到底谁讲的，所以亚利米拄则讲到，伊所有的心内底这个心情啊，总是伊我听到上帝的话，然后23节，最后这段第4章最后这段。要将来要毁灭的这个景象是伫亚利米书最后39章到52章，才咧审判列国的时，甲最后看到耶路撒冷安怎毁灭，拢是才后壁会发生的代志。亚利米伫约西亚最后时阵就已经看到，伊看到这个大地，看到这个天，看到这个大山，四过看，看到这个杯水的园，看到这个城镇，规个拢拆毁。所以这我呢，拢是指亚利米伊伫异象中间所看，但是第7节伊个听到上主安尼讲，所以这就是安尼交错全地拢会荒废，袂荒废，袂毋久我袂彻底甲伊毁灭。上帝讲要毁灭，即马上帝讲要留大地会空旱，天会黑暗。我一个讲出一定袂后悔。我既然决定一定袂改变所以上帝有愿，伊要来伸手，但是伊绝对袂甲伊定落定互死绝对袂互伊安尼死甲无命去。上帝有愿会留存的百姓所以虽望是毁坏，虽望是毁灭，虽望是假死亲像以赛亚所讲的压伤的芦苇伊袂甲伊压断将残的灯火伊嘛袂甲伊吹花。所以也留村的一丝丝的人，总是叫村的人一丝丝的人。Telltale warning signs that you just might be a nig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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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OK， 好，来，咱若有其他声音小可切掉。如果关不掉的话，我们就把它移掉，就好像广告跑进来。好，上帝讲伊袂改变所以上帝伊要来做这个事，总是伊要留出的人。29节讲城内的人因安怎来进入这个城，进入耶路撒冷，描写到真清楚，敢伫伊的目前。所以这个人就拢逃走。亚利米书真正互咱看到这个人安怎，最后看到这个人安怎逃走，安怎走出城，安怎连西底家王半暝嘛走出去，结果嘛是去互掠着。30节，这个毁灭的城，你即马穿遮水要做啥物？即马西装打扮要做啥物？这个上帝拢要来甲伊，这个拢已经无彩工嘛，无录音真水水，真水水，安尼其实袂当救因因为心内底无受割裂。最后一节讲，上帝讲这个子民亲像产妇在催阵就是要生头一体的囝的时阵，伫遐趁
伫遐痛，总是匹配喘，吼，最后讲啊，要害啊，吼，我有人要来杀我，我要奋起啊，吼，所以上帝其实吼用这个譬如，吼，最后要代表讲这是一个顶头生啊，吼，要生出这个新的以色列人，要生出这个新的大囝，吼，要生出吼这个新的这个以色列，就是爱经过这个痛痛，亲像咱对耶稣对死个我同款，亲像基督徒重生同款哦，是伫这个灾祸中间个生出来。所以今日这章第4章，其实是开始进入上帝伊的这个警告。上帝无过来用苛刻，就算是咱看到伫上帝警告的中间，上帝预言讲，就爱安怎样做，你就当得到救。你的问题伫什么所在？上帝预言还是不厌其烦。所以咱会伫看到这种的上帝反反复复，上帝安尼一直甲因甲因来苛刻的中间，人民犹原会当来有机会悔改，总是因虽然失去无要悔改。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多谢嘉生长老，咱做伙来祈祷。现在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通过上帝的话，搁一摆耳仔嘛要受割礼，心嘛爱受割礼。阮看见伫迄个时代，对君王、领袖、官长、祭司、先知，因拢失职，无好好来听上帝的话，直到因毋知影，无知识嘛无智慧来引带百姓。总是今日上帝，你互阮有几本的圣经，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互阮每一天会当做伙读经。上帝搁较爱阮谨慎，安怎来做一个好诶，即个各样的人，来将上帝你的样仔会当带到主你的面头前，帮助阮，无论做啥物款的服侍，当啥物款的职务，无论阮伫啥物款的时代，阮犹原拢会当忠心伫上帝你的话，也通过亚利米伊所遮艰苦心，也互阮搁一摆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想着耶稣为着这罪人安怎样来牺牲家己，为着因来代祷，也互阮搁较对这个世上的人搁有搁较大的负担。也主，阮将阮今日一日的工作，一日的道合，阮所有规工所要无因的事，也求上帝引带带领，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个同在，也保守阮大家出入平安，有主同在。暗时嘛有祈祷会，也求上帝平安平安。献上我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多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